河面上青紧紧的一片，详细看全拢是水乌仔。这是伫安顺大排，将近有1公里长，拢互水乌仔砍掉咧。地方烦恼，水路会塌掉的，无法度排水。嘛反映讲水质嘛拢受到污染。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垃圾、家用垃圾，然后还有一些不明的一些油污浮在水面上。顶面伊的工业化的水，也是咱的生活污水。产生这种问题出来，只要到热天，伊的臭味会更明显，伊的臭味会愈较明显啦。水乌仔是外来种，早期是做景观使用，嘛有人摕来用伫水质净化，伊的生态速度真紧，不但会造成水中出现有氧化的现象，更是一条河清气无清气的代表，所以嘛叫做河川杀手。如果我的河道是很清澈的，负担也不会长得那么快。好，所以它呈现了我们河道是严重污染这个问题。它的上游有非常多的畜牧业废水或者屠宰场的一些废水排进来，好，所以它严重的优氧化才会造成我们不丹莲非常大量的繁殖。定期都有做一个打稻的动作，那特别汛期前我们会再做一个整体的至少清理一次，然后接着会总体检，就原则上。对环境还有对人防火安全不能造成危害。第六河川分署表示，未来会伫顶头设置查污所，定期做检测甲清理，兴予当地一条清气的安顺大排。台南新闻出海采访报道。